嗱，各位朋友仔望過嚟啊！今日介紹嘅呢一個樓盤啱晒喺珠海同埋澳門呢度距離珠海市區一條馬路嘅距離。珠海賣緊3萬蚊一方，呢度賣緊1萬蚊一方。重點係咩咧？佢而家發展商清盤特惠，2萬蚊首期，係2萬蚊首期，月供3000零蚊，你就攞低一套70年產權嘅精裝現樓單位，就即刻帶你上去望望。嗱，就係呢套單位啦，80個方嘅大兩房設計。純首期2皮嘢，月供3000零蚊，入去睇睇。呢邊做咗個鞋櫃位，咁啊呢邊做咗個開放式嘅廚房啦，預留埋個櫥櫃位俾你嘅。咁餐廳呢邊咧擺咗4人餐台，有冇問題啦？連接翻個客廳，客廳開間咧大概係3米半嘅，客廳連接翻個露台，露台咧就望翻個朝南嘅內園景，可以見到園林咧做好晒噶啦。咁我哋而家入翻去個休息區望望，咁休息區嘅呢個位置係做咗個乾濕分離嘅廁所，對面咧就有個客房啦。客房嗰邊嘅空間係贈送俾你嘅，可以見到客房都係非常之大嘅。最後睇翻個主人房，主人房嘅呢個位置都係全贈送噶呢個空間。咁呢套屋苑咧，距離明珠興貴宅都係800米嘅距離，距離山姆會員店2公里。距離人工島都係15分鐘，有興趣嘅評論區留言攞資料。